自从2025年11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掠上帝最中心的行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尼米记第1章第19、1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尼希米记第1章。下面是哈加利亚的囝尼希米的话。阿达西斯做波斯皇帝第20年，基主6月，我伫波斯的京城苏珊。有一日，我一个兄弟哈拿尼甲几若个对犹太来的人来找我，我对因探听遐个流放巴比伦倒转去的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因甲我讲，遐个流放倒转去的人伫犹太省遐拄着大灾难，受凌辱，搁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，城门互火烧去。我听到这话就坐落去，啼哭哀伤几若日，伫天顶的上帝面前敬谢祈祷，讲：上主，伫天顶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啊！你对遐个听你、遵守你诫命的人，守约是仁爱。恳求你压耳孔听，开目睭看，听你的仆人即阵为着以色列人，每日伫你面前的祈祷。仍愿以色列人陪伴你的罪，我甲我的祖先拢有罪。阮恶意反抗你，无遵守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颁布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。求你会记得你对你的仆人摩西应允的话，讲：你若对我无忠实，我就要将恁分散去列国。毋过，恁若归向我，遵行我的诫命，恁就是受赶散去天边海角。我嘛要对遐甲恁组织活来，带恁到我所竞选，互人来敬拜我的所在。因是你的仆人，你的子民，是你用大气力、大权能的手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压耳孔，听你的仆人甲遐个意爱敬畏你的名的仆人的祈祷。搁求你，互你的仆人今仔日行通，对王得到恩典。迄时，我做王的酒政。掠上帝最中心的行动。尼米的时代，以色列已经亡国真久，但是统治以色列人的波斯帝国，并未甲因完全当作奴隶。反倒是善用因中间的精英。波斯帝国在意的是，有能力的人是毋是会当为帝国效劳，因为安尼，波斯帝国任用以色列的精英，互因成做中产阶级，也是管理阶层，也互因成做既得利益者，用安尼也通帮衬帝国。也免烦恼因的造反。尼米就是被重用的精英之一。波斯帝国统治的技巧固然真好，但是上帝对以色列的保守，才是以色列人就算受掠，也无失去自我认同的关键。尼米虽然伫波斯京城做皇帝的酒政长，但是伊犹原关心对巴比伦回归的犹太同胞和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当伊知影流亡回归的难民情况真害，内心非常艰苦。尼米是有能力的人，伫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。看来哪像会当靠家己为同胞做一撮仔什么？这是一般人的观点。认为靠家己会当完全掌握一切，拄亲像俗语讲的：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走，
靠家己上拄好，就是只靠家己才有保障。但是尼米的信仰见证甲咱讲，上帝才是人真正的倚靠。尼米的做法，互咱通看到什么是用上帝做中心的行动。对经文中，咱看到尼米虽然悲伤几若日食袂落腹，但是悲伤之外，伊第一个行动是向上帝认罪祈祷。今仔日的咱伫教会推动事工的时，往往急想要为上帝做一寡什么代志，但是伫行动以前，咱是毋是先祈祷找求上帝的旨意咧？咱急要行动，真侪时阵其实是想要得到别人和上帝称赞，但是安尼反倒容易导致失败，互咱感觉挫折。袂禁地想讲，我安尼尽力服侍上帝，为什么会拄到阻碍呢？反观尼米，伊虽然身踮异邦，搁位居高官位，但是伊并无因为安尼袂记得上帝。咱通看到尼米无论环境安怎，犹原坚定信靠上帝，搁亲切关心回归耶路撒冷的同胞。伊明白正确的顺序，知影以色列人若要重新振作，绝对袂当袂记得上帝。要甲上帝恢复和好关系的第一步，就是认罪悔改。尼米必定是心有会晓得看目色搁机警的人，因为要久长踮皇帝身躯边工作，搁受肯定，并无简单。若无够心有搁机警，就真容易会得罪上位者。对波斯皇帝来讲，尼米不过是受掠的外族人，按理讲无啥容易会受重用。但是咱伫圣经中发现，尼米受异族君王重用的例并袂少。除了尼米、约瑟、以斯帖、但以理拢是安尼。因虽然服侍外邦君王，却适时拯救家己的族人。默想，伫服侍上帝以前，我是毋是先找求上帝的心意？我的服侍是掠上帝做中心，还是用家己做中心呢？伫服侍上帝以前，我是毋是先找求上帝的心意？我的服侍是掠上帝做中心，还是用家己做中心呢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我愿意伫服侍以前，先找求你的旨意。求你互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互我会当甲你同工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